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晡日同大家来认识的杜苗栗上班了只地方吼，有只太平国小，大家可能唔知哦，了只国小嘅学生。 佢多啥就28吼，不过伫对上课嘅成员咧，同學佢都非常嘅歡喜，到底了只學校形容因來做咧，用乜嘅好貼切嘅教育方式吼，你家家攞看只短片，等下是第六。 拜拜。大家咧歡迎你今屆來賓哦，一開始咧紹介係太平國小嘅志工哥哥陸威，歡迎。大家好，我係苗栗縣三萬鄉嘅三萬太平國小嘅張玉維，總有比。歡迎，這是我們在讀太平國小的志工哥哥哈，哇，真的是了不起哈。好，大家咧歡迎你能夠一個來賓呢係讀改編嘅林野小院嘅朱茵智慧，歡迎。嗨，大家好，我是蔡智慧。歡迎智慧聽到咧分享是你智慧的女兒雅璇。 歡迎雅璇，大家好，好可愛哦！今天很開心。我們剛才看那段影片啊，看起來那影片的內容實在是太精彩了，做的事情很多哎。我們看到小朋友做木工，然後養雞，對，然後從頭到尾都自己來。然後在影片裡面，我們看小朋友做的東西是真正的機器，係真正嘅機器做嘅。我們剛才看影片的時候，一開始我就問，唔看影片也是我就問，我說那很危險哦。 唔會啦，就經常會 content 來，就說安全問題就唔會有乜嘅問題啊。冇乜問題哈，我們趕快先簡單講一下，大家會覺得說，哎，今天為什麼是他們坐在這邊呢？其實事情係暗湧營哎，因為這個學校你是志工哥哥，然後智慧跟雅璇是大平國小的1年級，你1年級對不對？你在那邊念1年級，然後媽媽跟你一起來，對不對？很有意思。我們在分享很多的事情之前哈，我們先簡單來講一下，這個學校的學生其實只有28人，對。你學校第3度風啦，啊，故說可能少子化的問題啊，有養蟲啊，還有年輕人都搬到外面去，啊，故說。 生源越來越少，哎呦，是，可是這個學校很有意思，它其實跟一般的小學一樣是這樣子上課，但是它會有很多額外的一個課程。對，對智慧來說，你是為了要讓雅璇念大平國小，所以就整個搬到那個地方去。對，其實一開始我都是在以前幼稚園什麼的都是在台北生活了很久了，但是。 也是上網絡看到這樣的學校，然後這學校它其實之前有很多的資料，他們都有整理，就是也在網絡上有這樣的資訊，就是他們做的事很用心，每一個老師。那以前雅璇在台北的時候，他們有念過，大概換了3、4所學校的幼稚園，但是念了一些私立的，可能就壓力很大，會有很多。 比如說排隊要考英文，可能就1、2個小時，這樣就是我們也反思，家長也反思了很多，就是想說還是
保有他比较快乐学习，不要马上在那么年小的时候就扼杀他的动机。我觉得动机这件事很重要，而且需要持续到大人，所以我不希望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的确是这样哈，基本你6样哈，我们够前给你就是星期6日有一天早上，其实是星期日的早上，我一个人去早餐店吃早餐，然后坐我旁边就有一个妈妈跟可能约莫5岁，4给4年的小男孩，然后妈妈就喂他吃东西。可是我在那边吃了半小时，我心情感觉很复杂，因为那个妈妈那半小时都在帮他复习英文，然后他才5岁，然后妈妈就会跟我念3遍，然后那个孩子就会念3遍。他说时尚念3遍，啊，孩子就会念3遍，然后就会教文法，比如妈妈就会跟我say 听听，妈妈会跟那个孩子说这个是to加原形动词，念1遍，然后 say 你就会to加原形动词。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不是很确定安永给高又给讽刺，黑不黑会让孩子的学习是更好，或是怎么样？所以这也是智慧到大苹果小园。那你去了之后呢，觉得怎么样？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家里也是爸爸妈妈也是做老师，那我从他幼稚园的时候就一直在接触，就是教育相关，不管是华德福这种，或是特色的教学，或是制式的体制内的，我都觉得得到很多经验。然后觉得说，慢慢去厘清说自己希望的路，或者是适合孩子的路。然后我到这个学校，一开始当然也是会担心，就跟一般的想法一样，因为我就是也是会有精英教育的这种想法。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样一开始有一点忐忑，虽然有很多很好的资讯，但是后来发现超乎我想象的。得到更多东西，那小孩非常喜欢这个学校，而且他在里面，像他第一次拿过来的木工的作品，上面有刻着他名字的笔，我想说，这个根本就是我在某个文创大公司里面看到很厉害的东西，是非常的完整的作品。所以雅璇在那边念1年了，所以雅璇你开心吗？开心，很开心。你喜欢那边吗？喜欢。那你跟大家讲，你那个班同学有几个？4个。所以你们整个班级加你只有4个人，哇！所以你觉得那边的那个风景漂亮吗？漂亮。那你认识玉维哥哥对不对？那你觉得他好不好？好，小朋友不会说谎，所以问了这个问题。所以玉维圈那边，其实你在那边也待了快1年，对，那也跟小朋友这样相处，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整个是不是也是超乎你的想象？第1擺去嘅時節，因為家長全部大部分啊係客語，嗰種藝術入面會講客，一啲係客話啦。唔會講得清楚啊？冇啦，一啲嚟聽聽啦。就留記到聊天大嘴鼓嘅時節啦，就調試用客話講，就很親切，講親切，還有給大家就你好高啊，風景啊，我從外面到學校裡面的那個風景，懂講，真係懂講，其實平常不知道，你沒有練人，氣家就唔抵給你按講，你好高咩懂有特色，老師咩懂用心，現場懂用心。其實公司開發，因為給他看短片嘅時間，其實出嚟啲好高特殊指揮，其實有青島課外嘅發通哈。其實天創有帶來青島，這都是你們學生的作品，還有玉維的作品嗎？一點點，對，一點點，是不是？一點點來了。智慧，你看玉維的那個臉，好像有一點覺得，沒有，他說怎麼被他講，他被講出來，然後我一直要爆料他，就是我平常去開車載小孩都不想離開學校，所以我就在車上只能在車上等，然後我都看到他跟小朋友抓雞，因為學校有雞，爬到樹上去，爬跟小朋友一起爬得超快的，然後就很輕鬆。雞在樹上，它會，佢會飛，佢會飛啦，係啊，佢會飛，會走啦，會應走，會腳轉去啊。因為你有用嗰個課桌椅去甲做嘅雞舍，因為你有上課嘅時間，你給佢飆出來，本佢走，本佢行放山雞，用佢唔係落嚟塞咯，係本佢自由自在嘅。不過你校園底部，不說要放山雞，唔係20個哦，吼，唔係訓練佢嘅肌肉，其實係本佢自由自在嘅感覺。對，因為你生命教育課程底部度沒有講到，配上嘅學校啊，係校犬。
安尼的校机，对是啊。姑叔你得有很多个校机。一口一次可能四只听听，让它一直繁殖，让它引动有30-40只有哎，东多这么多安多。有雅璇笑得很开心，你们学校有这么多鸡，是不是？哇，那你平常有帮忙养鸡吗？有吗？有。生意人就会天数去摘野菜然后帮忙去，他们有现在卵生出来，也都会集中照顾安养。因为母鸡有时会出去搞，我做了不专心工作。是，所以你们会帮忙照顾鸡蛋。那鸡蛋后来去了哪？鸡蛋，安尼的卵有些嘞孵出来嘞，孵出来，有些嘞，伊无会照顾的，安尼就会做料理。做料理，你听众朋友，其实唐有若为爱用分享，在贵校有生气的事情非常介多，还有嘛，介生气的事情就嚟到大家来分享，哈，你聊下，等下转来。今日绕墙都改系太平贵小改志工哥哥哈，还有林野小院的智慧乐斗鸦片，然后大家来分享哈。我们上段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学校太好玩了。我觉得感觉上我们这样讲起来都很快乐，轻快乐，有没有？一堆会叠告，有没有？因为之外来说，你去接雅璇的时候怎么不见了呢？因为跟以为哥哥在树上抓鸡，对，然后鸡我以为俺兄公扣呢就会3只或4只，结果有30-40只，对。其实真婷，我觉得就像智慧讲的，就是说你想要给孩子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创造他自己更多创造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他的一个人格的进展，好。我们更多鸦片，其实先从有青岛的作品哈，青超的事情嘿，除了养鸡种菜哈，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有个很棒的木工课，对不对哈？真的是这样哈。而且这个木工课，我今日看到玉伟的时候，我就想说，玉伟是你教的吗？唔黑啦，唔黑。安尼学校有一个老师，王怡华老师，王老师，他是我们安尼学生的亲爱的老师，最喜欢的老师。是小朋友说马来口，他最喜欢上的就是木工课。对，而且很重要的是，你木工的技术除了老师教，对，小朋友也会教我，真的。所以你在那边跟小朋友也学习到很多。大部分都是小朋友示范本来考呢。所以你在小朋友那边其实也学到很多木工技术，你自己也很惊讶哈。对啊，像是对，像这个，但是这个，我刚刚就想拿出来给大家看。那安尼去甲做诶，是运用安尼的木工课做出来的，然后运用一些那种科学的，就是概念去做出它是一个会动的一个玩具。好棒哦！那这个是老师做的还是孩子做的？这是小朋友做的。哇，像上面这个像大象的这个动物啊，这个是豆荚，这是豆荚，然后再来就是这些都是不要的木头，路边捡来的。对。所以你们的材料全部都是就地取材，然后一些废材，你们把它拿来做成按用的东西。我说像这个就是老师指导，然后生仪器给它做出来，出吗？哇，这个很有意思哎。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像你现场也带来你要准备稍做示范的一个东西。快耶！我们公开同台港的供应哈，真景哈，其实快耶是我们华人里面一定会用的一个吃饭的工具嘛。对，其实你看天冲有安斗给像调羹啊、快耶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所以你今天要稍的示范一下，对不对？好，我们来欢迎那个玉伟帮我们示范一下。可是因为今天场地的限制，所以你没有办法大展身手，是不是？大展你的功夫，好好来表现，大概示范一下。是，对，所以孩子就是这样做的。小朋友，你平常会先准备好两只做快的东西，就切好了，差不多。要在长度是23公分，用为什么是23公分？因为23公分分到给它寸啊，差不多7寸，对7寸对，它是代表是人类的那个情绪的那个问题，对，所以它这个23公分是有意义的，不是有学问的，对，好，那就来走了。好，你就按用走，对不对？就按你，向上低背度，再个向下走。你小心你的手哈。对，所以像
因为其实爆肉皮，其实这个做起来是因为你刚好这样坐着比较不容易示范，对，比较难使力。就那种硬种，种到你阿站妹做的用皮款啊。有，其实共沟跟史杰玉伟有先预告过哈，给同海贡这个闻起来非常的香。对，有。我闻起来的时候觉得很惊为天人，所以这个你们会留下来做其他的利用吗？你就可以做成香包，没做的哦。你唔系有肉嘅，母鸡会负担的时间会炒，我给保暖用。所以我觉得智慧，我觉得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每一个东西都有它最好的利用，对不对？都没有什么叫废弃的，像这些木头也都是有时候台风，然后断掉的树枝，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捡。是，所以你看哦，捡到这样的一个树枝，我们可以做成这样的木工，然后刨下来的这些东西又可以鸡的窝，又可以当鸡的窝，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做成香包，因为它真的很香。嗰時候其實亞洲係按用給狗場，所以如果你這樣刨到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按用，平了，很平。平了之後呢，是換一面，我兩邊，大哥拿我一張固定住，是，大哥繼續刨到平，刨到就從安尼塊用誒，大哥用安尼的沙子把它磨平，拋光，是，像這麼難的事情，雅璇。你看过玉伟哥哥做，对不对？那你自己有稍微做过吗？亲自？你有？会觉得很难吗？不会，很简单哦。我看起来，我觉得玉伟哥哥做起来很吃力耶。对啊，不过今天其实玉伟有带来你们已经做好的，对不对？其实桌上这2副，而且还特别帮我们刻了字。是，那道黑安妮小朋友4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安妮。从下来天数来做的，是。安妮后高的雷雕机，把我们想要的设计的字或者是图案打上去。哇，真的好棒哦！而且我们还吃到哈，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是真的可以用。是对，所以你不是只是拿起来看漂亮而已，它是真的可以用。而且还有就是这个筷架也是吗？筷架也是拿它是真的原木，然后我们继续把它磨成安妮的形状。那个。抛光了，咩声音係空下來天數的啦，是客製化的東西，是，我覺得這個筷架特別有意思哈，因為其實玉偉有講一下，像這個筷架其實也是小朋友自己會去刨它，然後你知道，永前朋友你迪蒙你秒你就迪，非常的那跟嬰兒光滑的皮膚一樣光滑，對，所以這個是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也是廢材。其實也是撿來的，自己做的哈，所以這個就是筷架。其實不只是這樣，其實這些條根都是，對，智慧有真的親自使用過嗎？有啊，而且真的會忍不住一直想去摸。坐在家裡的時候就覺得哇，很有手感啊。對，所以其實不只是按用你欣賞，還會教小朋友很多不同的，比如說像創意的東西，像這個就是放手機架。對。然後如果真的需要，可以帶回家用嗎？可以啊，我每天都很期待，就是小朋友帶什麼新的東西回來。是，好，這個其實就是，然後其實剛剛智慧一開始有提到，像這個鉛筆，像雅璇一開始你用周安有給鉛筆，對不對？這個就是你做帶回去，然後你給媽媽看，媽媽看到嚇一跳，對不對？這個就是你們學校做的，對不對？對，很開心哈。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材料也是你們學校那邊的材料。安妮學校啲3度風，木頭很多，台風過後啊，有些會崩鐵啦，安妮就去黏轉來去做安妮，就像幾隻湯匙係龍柏係隻東好嘅木材，剩的有些係檜木，有些係樟木，全部就青好的木頭。其實我根本一直都有一些排斥哈，就會因為我用鳳鳳給時間哈，一下講國語，一下講客家話，不過不管怎麼樣哈，玉偉都一定用客家話回我哈，所以你有特別練嗎？你是跟阿婆學習對不對？高中家中咩係愛講客話，不過愛當然就啲講客啦。因為我同玉偉用大追顧嘅時間，我嘅告訴係。你無論如何，你都要很盡力的用客家話來講，對不對？對，智慧也是因為到了那個地方，才開始聽見哇，青島給你都是講客家話。對，其實我們家也是，媽媽那邊也是都是客家的，但是其實小時候在鄉下，他有那種禁止講
那种方言的，我有遇到，所以我就已经断掉了。但是来到这边，重新有了解这些客家文化，然后甚至跟妈妈有一些话题可以再聊这些。我觉得很棒哎。不过说真的哈，其实按好给环境，大家会想讲，其实生意去到这边脱俗给世界，就会吃到轻快咯。你会担心在按用给福教给环境教育出来的生意以后，如果在国中的衔接，还有没有升学上面的问题吗？其实一开始也会在想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发现老师非常的用心，对。然后因为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小孩，所以说我就觉得他可以，我没有办法很多时间在他身上的时候，反而老师可以每一个小孩非常用心的在教育他们，所以反而课本什么功课，我不用像之前我们在城市里那些妈妈分享的，要每天跟他盯作业盯到半夜，我听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反而是他都很自动自发，然后老师跟家长的关系也很互动，也很亲密，这样子就是常常会告诉我他的状况。对，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对，玉维你看到的呢？其实，在那边的孩子们，其实都给片个声音，他们的气质都会比较相近，因为他们等于是有共同的想法，家长有共同的理念，咱们去都给片嘛。那你全校因为懂 sale 嘛，28少生意呢，听听啊，大家就像一家人，一家人同样的，啊，古说一年生一进来，新的一年生落来，6年生马上就直接慢饮，啊，黑到那边做会抵到。古说你们回家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什么同学的家，我就跟小朋友聊，但是说那是几年级的哪一个姐姐，几年级的他们家，然后一家一家跟我介绍，然后其实整个村其实也就这么小，但家人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常常经过阿公那个村里的阿公家、阿嬷家，我们就下去就吃饭了。他就说：“来吃饭，不好吃哪个东西，就开始大家就坐下来。”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小村落，对，然后大家很紧密的在那里，然后其实那个生活其实还可以保留我们以前比较农村社会的生活，很保留。我真的对这件事也觉得好吃惊。我到这边来之后，发现大家都老人家都还在砍柴生活，每一家他可能还没有什么叫瓦斯，他们其实离城市也很近，但他们就是有坚持在保守这些传统，对，像用芒草割的时候就开始来做扫把啊，竹子也拿来做，就是他们用很多自然的素材，然后是坚持在有看到一种客家的这种节省，跟他们很怀念这些过去的时光的那种感觉。对哈，乡亲朋友其实哈，去到改片呢，除了学生读改片爱用算法，其实台人读改片也系爱用算法。不过还有嘛个神奇嘅事情做在分享，你聊下，等下上来。因为到翻译你绕墙都系太平贵小改玉伟哥哥哈，雷斗俩片还有智慧哈。其实智慧因为让雅璇去那边念书，所以你整个从台北就搬到三湾那边住，然后因为在那边你就找了一个古房子住。对，大概是50年的一个红砖屋，就是传统那些客家的那种一字形的形式。是。那我们就是为了机能，后面就是扩建了一个么字形，就围成了一个不算四合院，四方形，然后中间有一个天井这样子。对。然后你很喜欢那个地方，你把它买下来，然后你就真的在那边，然后所以你帮它取了个名字。就叫林野小院，对，所以它前面就是一个院子。你说大也不大，大概250坪，都是建筑用地、建地，所以说用一个小院的方式来讲。对，但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因为你也开始经营那个小院，对不对？对。是你是怎么样去经营它？是很希望说它可以变成一个开放的空间，因为它其实。我们前面自己种菜啊这些的，慢慢在摸索，但是它还有很多的空间还可以利用。那我们自己喜欢做一些像他做这样的衣服啊，然后或是有一些植物的绘画。因为我自己本身放下我以前的工作之后，我就是回归小时候的想法，因为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就会想到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我就想说，小时候其实大自然就像母亲一样教导我很多事，我也很希望可以回馈，恢复，就是在自然里面
为自然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或是甚至回去跟他相处。所以我希望小孩也在这样的环境，也让更多人认识这样子的环境。那我回到这个村庄，我觉得哇，这村庄大家真的都是这样子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像我们可能有一些现代的这种想法，但是他们就是持守着过去，就是先祖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然后很努力的在跟这些自然的环境相处，利用这些像不管是用这些树枝啊，或是像我现在就是学习跟他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些把植物变成食物，或是直接四季的不同的风味，然后怎么样酿成果酱啊，酿成酒啊，对这些。邻居的阿公阿嬷都很热心的在教我们，甚至怎么拿这些工具啊、锄头，哇，我觉得他们生活能力真的很强。我们从台北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好像自然的文马，生活的文马一样。他们可以利用阳光做出很多料理，或是他把衣服弄得好整齐。然后我们只是拿个锄头，可能就浑身大汗，然后脏兮兮的。对，那些阿公阿嬷呢，有的都70、80岁了，生活的能力啊，或是把自己都打理得很好。对，因为像雅璇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也是你做的。对对对。哦，真的，而且很舒服，喜欢，对不对？这是妈妈做给你穿的。对，所以其实像这衣服也是你设计、你自己做的。对，就是都是为了机能，因为就是怕它晒啊，然后可是又要凉快。那我觉得很多现在成衣很快，可能用完就丢，一下就坏了，也不环保。对，但是我这一种我还可以改，或者是我还可以修补。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理念比较适合这样子的生活。我怎么觉得智慧好像开始要慢慢回到以前那种自给自足的那种农耕社会，而且以那个为目标。玉文，你有感觉吗？我觉得我们大坪整个环境下就从按用就会按用给干大自然。你有去过林野小院吗？有。去过这片。就撩一下啦，撩一下，而且因为智慧有说他们自己种菜，所以你们现在也开始自己吃的东西都自己种。对，我们院子也有学校生出来的小鸡，在我们在那边继续成长。哦，真的，所以其实而且就像你讲的，因为你看到这片有青豆给阿婆、阿公、阿婆有某些都给片，他们其实还是很健壮的在那边。而且就是跟土地接近这样子，而且他们对学校的活动也都很支持，他也开放他们家，像我们去控窑也是用他们田地，然后小朋友你说学校的活动，对，有些也不加给旁边的田地大有的啊，所以有些人忙事大哥第一拜周就懂跳，还有些跳舞啊，因为你有些你锄头会拿懂豆拜啦，没有真的去烤番薯那样。我小时候还有大野为沟，你有吗？你小时候？国小的时间有啦。太年轻了。智慧有吗？智慧有吗？你小时候也有？有在乡下也有。雅璇，你有跟大哥哥他们一起就是烤那个番薯，有没有？就是去围一个窑烤番薯，有喜欢对不对？那你有好不好吃？好吃。番薯应该是买的吧？连番薯自己种的，他们村里面的人，所以都是大家集合力量。那个我有写说，就是教养一个孩童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其实希拉蕊最近也还有在出书在讲这件事，我觉得有回到以前那种共荣的感觉。是，而且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导览课程？有吗？就是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村庄里有很多这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带给大家，所以会有一起在规划说有一些朋友来要怎么样去走这些路径，对，比如说哪里有萤火虫，哪里有柚子，然后哪里可以采桑葚，然后可以玩的东西。所以这种感觉好像是青丘黑你的 Hido 给片
然后慢慢的想要把活动组织起来，比如讲下面大家讲嘅轻旅行，这种嘅感觉有冇？希望就去到几片较深入来了解几片嘅文化啦，喺几片嘅生活嘅方式尤其係講喺爸爸媽媽出生嘅時，就會可以親自去體驗，像譬如說大遊嘅啊，也係講抓雞啊，或者是自己種菜這樣子，因為在台北，我們以前在都市裡面生長，都發現很多去買菜都是一些大盤的，吃到的都大家都是相同的。可是其實你在鄉村裡，這些生物是非常的豐富的，這些菜肴是非常豐富，各式各樣，因着時節在變化。那也很希望這些媽媽或是家長可以來體驗。那這種用意其實有一個用意，也是希望那個學校可以長久的留存下來。不要因為鄉村的人口流失之後，是沒有人再進來這個學校，那很容易這麼有特色的學校，這麼好美好的文化就會斷掉了。對，因為它安永嘅特色小學公司才發出的家長嘅支持，其實老師的支持也很重要。學校有多少老師？學校老師加主任，因為安妮分校以後，主任剩下一個一家天天就9個人。9個人，9位老師跟主任。對，所以其實你想看一直學到1年生到6年生，28歲加上9位老師，那真的是一群人共同在維護安永嘅環境跟安永嘅高樓嘅風勢。你公司開發，其實係講今年嘅畢業典禮，高一有沒有？6年級畢業之後，其實馬上雅璇就變2年級了，其實馬上就面臨第一個1年級有沒有同學會進來上課？現在村民就是，而且這樣的學生，我們雖然很多都是竹南投份過來的家長，有這樣子的心意的家長啦，但是大部分還是得靠這個村裡面的新生兒或者是新的小孩子，所以很希望說可以留住這些。或者是有一些人可以再人再進來，年輕人。對，可是乃香跟智慧就是第一個先進去那邊居住啊！不要講第一個，就是至少你就是年輕的 Hido 給片帶，其實給片給阿公阿婆看到你應該很高興哈。所以我就是想說，應該要做些什麼，真的就像阿公阿嬤一樣這樣子。對，因為一般現在，因為我們說人口流失，鄉下其實有很多的莊頭，很多嘅總頭其實都會後生年去到老輩，對，古時候都存嘅就會老年家。不過呀，下當然就用智慧講，希望有進到嘅後生年，其實大家鄉下來都愛用嘅地方，對。那慢慢的，當然可能因為孩子在那邊念書，年輕人越來越多。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完全，我覺得像世外桃源一樣，也是另外一個環境在那裡。對，根本其實一開始訪問智慧跟玉偉的時候，我心裡想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這樣的一個志工哥哥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狀態在哪裡？哈，今天我其實經過這樣子的大追顧溝通，我真挺可以清楚的了解為什麼玉偉會喜歡那裡。對，因為感覺不一樣，而且我還有問說，哎，你中意聲音嗎？你說，對，環境然後本來就是非常的和啊，對，有漢語。有漢語，然後氣質又很合，對不對？然後你就漸漸的也覺得說，哎，大家也都很合得來，然後自然而然整個心就變得很開心。安永嘅感覺哈，唔過文心朋友哈，基本上同大家來紹介安永嘅一個環境，其實借由玉偉，然後借由智慧來跟大家來分享。其實最重要還可以希望講，其實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生活能夠理解。對，然後有時候我們自己在都市生活很久很久了，你不要忘記，其實台灣有安永青島、安永嘅地方、安永嘅神白嘅風色，然後有時候跟大地更接近，跟土地更接近，那種整個視野跟感覺會改變，會無窮用哈。所以在這邊，謝謝玉偉哈，謝謝智慧，雅璇謝謝。開心哦，真的很開心。我想他應該在這裡沒那麼開心，等一下回去學校比較開心。真的謝謝安子 C。好，鄉親朋友呢，希望大家看今日節目強用收播動態，咁講3年下來嘅時間，聽你認同線上咧做認同了。